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我 Ben 實德專業股評嘅時間。今個禮拜見到港股又偏硬淨少少啦，曾經跌過穿一穿23,000嘅，好快又而家啦，測試翻24,000。當然啦，最大嘅負面因素都係嚟自中美雙方嘅貿易問題啦。但係貿易問題上邊，你見到現階段啊，個市場上邊咧有啲咩問題，有咩事好似好快可以消化得到喎。甚至乎啦，開始都有啲聲音覺得就話，而家你話美國特朗普搞乜嘢，其實都係嘥氣嘅，因為搞出嚟根本冇人覺得佢要成到咩事。再者呢段時間啦，我相信另一個焦點問題上面就係美國個政治，或者加埋政治加埋佢哋嗰個債務問題啦。大家都成日見到聽到一樣嘢就話，6月份美國好多債務到期啊、違約等等啦，有可能要再調高債務上限先至過到骨。但係好似去到現階段喎，整體個債務上限上邊又好似乜嘢都未聽到。甚至乎呢個叫做債務雪球上邊啦，亦都唔少美國知名嘅投資者都出嚟做出警告啦。咁最終形成咩咧？就係一個信心問題啦。之前都提及過，信心問題舊嘅情況底下啦，信心唔夠嘅情況底下啦，資金自然慢慢離開咗呢個美國嘅 market 啦。投翻去其他地方啦，但係啦，你話香港係唔係繼續成為一個資金流入嘅地方咧？我相信都係嘅。點解咧？可以從拆息上面再望一望啦。見到香港嚟計今個禮拜嗰個1個月期嘅同業拆息咧，雖然曾經亦都現階段都係比上個禮拜為之高嘅。禮拜一嘅時間啦，1個月嘅同業拆息就去到0.88，對比翻上個禮拜啦，最低0.58係高翻啲。但係去到錄影今日啦，6月5號禮拜4嘅時間咧，拆息又落翻0.7喎，即係其實啦，見到就話，有啲咩啲錢咧都係慢慢翻緊嚟喎。最緊要係咩咧？6月4號星期三嘅時間啦，隔夜香港隔夜嘅銀行同業拆息最低去到乜嘢咧？0.0128啊！呢個咩概念咩數字咧？係呢個歷史最低嘅水平。所以見到其實你話香港應該點都有呢個資金係慢慢入緊嚟㗎啦。再加上息口比較低嘅情況底下啦，對投資嘅信心啦，或者商業嘅信心都係有個叫做正面嘅催化劑嘅。但係啦，去到而家去到24,000，好似又見唔到有力一口氣去突破。我相信其中一個最大嘅因素啦，嚟自啱啱呢個零兩個禮拜咧，好多大型嘅公司係有一樣嘢做緊嘅，就係除淨除息呢個動作啦。啱啱除淨對啲股價上邊當然又係有啲影響啦。亦都係呢個原因令到我諗呢個零禮拜啦，要個指數一口氣突破咧係比較困難嘅。但係啦，喺現階段，指數突破比較難咧。但係有咩板塊上邊係可以睇啊？或者有啲咩消息上邊係 support 到邊啲板塊咧？我現階段其實可以咁講，比較留意咧，值得留意咧，都係諗新能源嘅汽車板塊。點解啦？因為啱有消息出啦，就係一個新能源車嘅下鄉計劃。啱出晒啦，有啲咩車款可以入到今次最新嘅下鄉計劃啦。出咗嚟啦，總共係124款車嘅。比上年同期咧，就即係上年嘅計劃上邊咧，就多25款車添。變相啦，其實今年嚟計啦，好多投資者或者近呢段時間啦，好多投資者都質疑，你話內地嗰個汽車嘅市場係咪有即係叫汽車製造市場係咪有個內卷嘅情況喺度咧？呢一樣我就唔做太多嘅評論。但係咧見到就話，國策上面繼續係 support 住呢個板塊嘅。即係變相啦，點樣都好啦，對之前一啲叫質疑上面咧，都係有啲抵消作用㗎啦。再落去最重要係乜嘢咧？其實大家唔好淨係睇住國內市場，其實現階段內地嗰個汽車製造嘅產能上邊咧，足以去 support 更加多嘅海外國家。呢段時間如果真係大家揾消息去睇嘅話咧，你都會見到越嚟越多地方或者叫做真係國家啦，慢慢係引入咗內地製造嘅啲汽車。特別係啲新能源啦，純電動車等等。所以我相信啦，其實呢個板塊有國策 support。亦都海外前景啦，或者海外嘅發展空間上面都係有嘅情況底下咧，呢個板塊喺現階段我自己認為啦，都可以繼續再睇落去啦。今個星期就咁多啦。下個禮拜睇下有咩好嘅消息啦，再同大家傾啦。拜拜。